咁啊，當然啦，剛才我哋目測嘅成績咧，就係六四金型牛第一，遠龍18座狗仔品第二啊。咁啊，跟住 A 加旅遊龍係第三。咁但係由於當中咧試過有3個龍咧，我 push 過。跟住第二次就咁啊，都唔少恭喜啊，都青龍啲啦嚇。嗱，不過都係喺裁判最後公佈。各位朋友，28場比賽結束，好刺激。越嚟越刺激啦！嗱，咁啊，剛剛咧就喺我身邊嘅專家團隊咧，就同大家我從頭講今日有個特別嘅，啲水咧就夠漲嚇，咁變咗咧就近住碼頭嘅1、2線咧同以往唔同。咁另外咧就喺對港嗰邊嘅啲水流夠快啦，最尾衝線咧，港島東嘅消防溝隊呢隊每年都嚟好勁。第6線。已經成立咗20年嘅飛魚龍舟體育會，咁佢哋主要咧就吸納年青一代咧去參與龍舟比賽。好，第7線係中電，第8線盧之傑。開始咗啦，好啦，我哋望一望，嗱，特別今日咧喺中間嘅4、5線咧，有時都係選擇嗰個彎道嘅問題咧，係會走埋一齊嘅。係啊，你望啲人睇佢嘅。阿姐啊，你。靚仔入邊㗎？麻煩你，麻煩你。
俾火腿啊？幾多？60、70蚊到啦，70蚊。西貢蘑菇麵包店 Apple Combo 好似菠蘿包咁大隻，有成4寸半，直徑25蚊，好抵食。Apple Combo 有一個成個菠蘿包咁大，只係25蚊，直徑有4寸半，好抵食。餡料好足，唔太甜，推介。西貢蘑菇麵包店檸檬芝士蛋糕20蚊，好抵食。檸檬芝士撻開箱，有淡淡嘅香檸味，芝士味唔太濃，係健康版嘅芝士蛋糕。現切火腿蘑菇屋，呢度有6塊，30蚊，